数。而且领导官来了嘛，他把你那些领导官嘛，我帮你啊，你这不够的，你这不够的呀，你不能这个不够的。啊，我就问他啊，领导官啊，不够的，你那不然我们记者在我们社会讲那些了，领导官来工人，啊，我记者啊，你还在没搞？我以前话哦，工作在这个专门就是教这哦，讲到那警察迄个警察做啦，你呀，哎呀，你也要，你个第二个，啊，你个靠手吼，伊从这大个，甲你甲黄申诉的是从这里面。伊讲今日你啊，大家当个听道理，你大家来听道理，啊，阮就免去管。我讲嘛是道理啦吼，因啊，大家个听是好啊就业，啊，就唔免就用个因啊对啦。啊，所以我讲听嘛听道理啦吼，啊，所以这个啦。民事三我啊，偏向扩三年，民事讲，迄个外口咧无好，但是天天在民上哦，天天都得条件较好诶，哦，会当用法，大家阿咱的路面，大家阿咱的业，哦，咱的业会当伫咱的心中来发展，但是咱就这啦，就无啦，也是无啦，因为其他的物件是无意的物件嘛，或者在这种不认识啦，看起来哦，所以人家那你有这一点，会当解起来啦。都是有好过啦，你那像是说这样，无好过啦，到底有可能是说这样有关，啊，所以这是一个日，但是这日啊，平常呢，你会得标签，会得好的，咱的中央处用的监管语言啦，吼，啊，会得使用啦，吼，这个讲啦，吼，中央处吼，来第日，哦，咱所以检测说的什么步骤。啊，中央处以前来讲加倍数的处理啊，吼，我曾经讲咱对这处理应该有陌生啦，吼，这处理嘛是啊非常好，啊，所以咱现在就要向人啊中央处跟啊主席为这样都要注意，你这样就可以了，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谢人是被前上一公，坤上一公，咱这一点在参加，来欢迎咱龚讲师。